去年全台湾有144万人因为失眠困袂去就医。若是长期失眠则有可能是困眠呼吸中止症。也毋过目前台湾只有60间病院有困眠中心，所以想要做这款检查，拢爱排队。以台北的成功病院来讲至少得爱排半冬以上。变来变去，失眠困袂去，是真侪人拢捌有的经验。毋过，若长期失眠，都要去看医生来了解，是毋是困眠呼吸中止症。一般人较歹去感觉到，毋过若长期无重视，可能致使心血管疾病、忧郁症甲失智症这个慢性疾病。另外，困眠呼吸中止症的原因有真侪种。因为你过敏、鼻塞，你就会张嘴呼吸，张嘴呼吸之后，就容易舌头后倒，特别是睡觉的时候，所以就容易打呼。再加上说饮食西化啦、肥胖啦这些等等，也会容易呼吸中止这样。医师观察发现，困眠呼吸中止症有年轻化的趋势。根据健保署去年统计，有144万9855个人因为失眠去看医生。不过目前台湾只有60间病院有困眠中心。以成功病院来讲，若患者要检查，平均拢会等半年以上，主要是困眠技术欠人力。搞不好那个送 Uber Eats 就是还是付 Panda， 你只要勤劳一点，其实薪水也差不多这样。他干嘛要来做这个轮班工作？我大概都招半年以上，都找不到的。各家病院人力欠缺的情形无同，加上健保提供给付次数爱等真久，实际问卫福部台北病院困眠中心，上紧这个月12日有约，成大困眠中心上紧有约爱等到明年1月。林家模认为，要有更较长照预算提供给医术人员好的待遇，若无短期之内问题恐惊无法度解决。记者综合报道。